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咱来去片稻草的芳，雨霎霎啊落，已经落几落工。东边面迄大片田，也已经收过4月冬。来，咱趁一个雨芳，我带你来去片稻草的芳。咱大手牵小手，小骹步对大骹步，行伫长长矮矮的田花路。咱按田花路跳落去田内面搭淡淡的土，迄土软软，咱伫土面顶跳来跳去，欢喜得耍。田内面的稻仔已经挂空空。排规排的稻草片起来有够芳，用手网买嘛好，用三支买嘛会使。咱将稻草的芳轻轻啊收割起来，安尼，这大片田有一天若要起大楼，这稻草的芳，咱就加在有加留，留一个春天尾的记忆。留一个咱捌伫田内面做伙耍的过去。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70集，欣赏的是高雄的林凤珠老师所带来非常特别的一首诗。咱来去片稻草的芳，所以去咱邀请林凤珠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心情，也有伫这内底一寡台语文的用字。差不多民国80年左右，我徛家甲刷过去，伫有几啊片田的高雄的大寮迄边遐有田吼。那我对迄大片田吼是足有感觉的，我真爱田。做爱家己有当时啊骑奥多摆啦吼，也是车开咧，我会去迄田花路安尼靠安尼踅安尼。为什么呢？因为这甲我细汉的记忆有关。我细汉的时阵，阮妈妈因迄头是伫迄庄骹，那阮外公因咧厝的附近有足侪田，迄田啊吼有迄水牛伫咧行啦，有人吼伫迄田内面伫咧扫草啦，也是咧挂稻啊啦，种安尼吼，我对迄田是足有感觉的。有感觉啥物程度呢？迄田吼，啥物时阵保养啊，啥物时阵落水啊，啥物时阵要去扫草啊，啥物时阵遐个稻啊吼，伊已经发悬起来啊，迄个已经发迄个稻谷出来啊，发迄个稻啊出来啊，然後迄稻啊吼拔穗啊，会当挂。这种吼，拢伫我的头壳内底，伫我的印象内底吼，非常的深。所以呢，迄田吼内面迄稻啊，若要挂，我就知影，讲这个挂稻啊，我拢会去看因挂稻啊，徛踮迄个田的边仔看因挂稻啊。稻啊挂过了，迄稻草味足芳，几啊工迄味拢袂散。那你着知影吼，有一种感觉是安尼。咱对民国差不多70、80年、80、90年迄阵开始，厝就拢一直起，大楼啊一直起。那起厝的结果就是迄田吼，一片一片消失，一片一片消失。那我较早咧徛迄大寮迄附近嘛是有共迄个情形，就是讲我后来发现讲有几啊片田拢无去啊，拢安那拢起大片的迄种大楼起来安尼，你心会感觉一种痛。就是讲，即个绿色的大自然的物件愈来愈无啊。
啊，互迄种都市丛林，就是迄大楼吼，安尼一直占去，一直占去，心内真痛。但是这嘛是真无可奈何的代志，因为人的地咱要起，咱也袂当共讲安怎安尼吼。有一摆，我的客查某囝千芬，伊来大寮找我。迄天我拄啊好车徛咧，要去迄个迄田遐吼，去苦苦洗洗，因为迄阵稻仔拄啊刮过。那迄稻仔吼刮过，规大片的田，就是有一个稻草的迄个芳的味。啊，我迄天拄啊好吼，要去片遐稻草的芳，拄啊落湿湿啊雨安尼尔吼。那千芬来找我，拄啊中昼，我讲来，我带你来去片遐稻草的芳，足芳哦吼。因为千芬因厝。因旧底遐吼，因厝的头前嘛是有几大片的田，所以对稻草的芳的味伊是有感觉，听着就介欢喜。那阮两个就走去买大米，买一寡卤料，就去吼落着湿湿啊雨的即个田的边仔遐去遐食面，食煞了，迄个雨也停啊啦，因为雨讲大也无大吼。阮两个总跳落去田内底吼，伫遐耍，伫遐片迄稻草的味，伫遐打迄土，土软软安尼。所以我这首诗其实就是咧记录，有一个春天尾，阮曾经捌伫迄个田内面做伙耍的迄个过去。伫即个咱来去片稻草的芳内面，我所运用的字，亲像讲雨湿湿啊落，那湿湿啊安怎写呢？我是写分析的析，左边加3点水。淅淅沥沥的淅，过来行伫长长矮矮的田花路，矮矮就是写爱的爱，搁有咱按田花路跳落去田内面搭淡淡的土，淡淡吼有几啊种的写法。那我所用的这2字是雨露均沾的沾，会当讲淡，会当讲淡。那另外呢，搁有一字就是负担的担，负担的担，负担的担，倒边的这个挑手加换3点水，迄字原来会当做淡。另外搁有人写占，占领的占，占领的占，倒手边的徛人加换3点水，就是讲淡有几啊种的写法。安尼这大片田有一天若要起大楼，这稻草的芳咱着加载有加楼，那这个加载。我是用上界普遍的，足侪人伫咧写家栽，传为佳话的佳，栽就是那个鱼尾助词，善哉善哉，迄个栽，家栽是迄2字，留一个春天尾的记忆，留一个咱捌伫田内面做伙耍的过去，这个捌是会当写几啊种字，一种就是辨别的辨。辨别的辨字，另外一种是辨别的辨字，另外一个是咱咧讲写2撇7、8、9那个8然后嘛会当写国字，7、8、9的8的国字。住伫市内好朋友，听完林凤珠老师这首诗，是毋是嘛相当有感觉？顺利去，咱邀请花草事务专家关秀斌小姐来为咱介绍稻草的用途。稻草在过去农业时代，农民会甲伊担倒来厝的，听烧水用，所以甲伊阴草阴。细汉的时阵是大人拢会叫咱阴草阴，甲伊拔好一捆一捆了后，然后就是放伫迄个灶头遐，去等要燃火。搁有甲伊拔一桶一桶，伫咧田园的做稻草人。搁有摕来起厝，搭做厝顶。咱去日本参观的时候嘛，是拢看到讲，稻草拢是来搭迄个厝顶伫用的吼。咱若去看迄合掌村，迄嘛是拢共款，拢是用稻草。搁有一种就是讲，伊会当摕来做草球啊。在过去，因为咱的稻草拢会伫咧外面晒日，晒了后，咱的稻草才有摕来做草球啊。所以咱若咧做这个草席，有困过的人拢知影，伊有一种稻草芳。
迄个日头晒过，迄个草树啊，伊就是有芳开。所以讲，以前的人若是落雨天过了后，佮甲这草树啊摕出来外面晒晒的迄稻草芳就佮走出来。啊，佮有一种因为我是伫做景观的，所以讲，阮一般阮若是咧喷草剂了后，拢会铺稻草，一方面就是讲会当保持着伊的湿度，一方面就是讲，即个草籽若是有即个稻草甲伊盖咧了后，伊比较较袂去互鸟仔甲伊食去。咱将稻草的芳轻轻啊收刮起来，安尼，这大片田有一天若要起大楼，这稻草的芳，咱就加在有加留，留一个春天尾的记忆，留一个咱捌伫田内面做伙耍的过去。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林凤珠老师写诗，关秀敏小姐讲解自然文史，曾文溪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搁继续空中再会。